偏学的唱水教练甲海龟去互希望啊低调咧落被死亡的影片公开了后，动保团体即马是要求渔业署应该爱全面禁止希望啊。不过渔业署是表示，若是禁止使用，会牵涉到影响渔民讨海趁钱转嫁，这部分爱个讨论。唱水教练冲入海底，看到真侪无路用的渔网啊！渔网顶悬有一只海龟，看起来已经死亡，互渔网啊颠条到死都无法度离开。动物社会研究会研判，这应该是自然的刺网，真油的网仔线所做的网啊，会当伫海中填开，形成稳形的网仔墙，甲海中的生物规个拢网掉的。就算无得用定伫海底，照常原来会变做海洋生物的杀手。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，那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生物是完全逃无可逃。多层刺网，我先进，我应该优先退场。第二个，我在礁岩区，我一定要优先退场，因为礁岩区是它网子一放下去，常常一个海流过来，它就被礁岩卡住。当下指出，网仔愈幼密，对生态伤害愈大。呼吁除了禁用自然刺网，也无用家己生活得受生态热点，也是就大区使用刺网。渔业署表示，106年开始，上济补助20万，鼓励使用刺网的渔船退场，将近13000只减少到8500多只，减少幅度33%。你做要进一步和禁用，需要更多社会沟通。所以我们过去采取渐进的方式啦。那未来部分要沟通的对象会蛮多的，那我们会逐一的来做一些沟通，那取得一些平衡。政府伊都会禁，你渔民没有配合的话，抓到也是会罚。反常。减减那一类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呀。现在渔民不好追求。当下认为，目前渔业署对于刺网欠缺管理，另外偏要禁用自然刺网，其他的所在有条件禁用。新北伫梨花山海里禁用所有的刺网，基隆是梨花500公尺禁用。22县市有20种无共管理模式，渔业署回应刺网管理爱看所在，若做要有更较侪区域性的管理方式，也需要搁再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